在北市野區開發以後，其35個市地中劃成為東區另外一項重大建設。基地原本就是台南榮民之家，嚴家搬遷以後，市府透過市地中劃劃劃將近6公頃的土地，規劃商業區、主體區甲公共設施，並施作道路、排水、污水、自來水、共同管線甲景觀等工程，完成都市基礎建設。G35主要是在退輔會榮家的土地，我們幫忙做好這個市地重劃，因為榮家已經搬遷到平實園區那邊去了，那所以這個地方的充分應用變很重要。總共面積5.8公頃，那開闢的市地重劃的經費大概2.5億。那因為這個工程是在市區內動工，所以說耗時稍微久一點，要900天到118年才會完工。但是如果不開始的話，未來可能會東區的發展會受到更大的限制。因此呢，我們非常感謝榮家，也非常感謝民意機關的支持，那能夠讓地政局能夠快點展開這個工作。除了提升交通甲生活機能，工程嘛兼顧歷史保存甲環境影響，將保留原本的樹木，打造千園廣場，並將離榮家回轉以上藝術地方記憶。同時規劃複合式地方池，提升方方論性。未來嘛將興建立體停車場，結合區公所、護政、運動中心甲商場等公共設施，提供完善停車甲公共服務，打造東區社區更新新燈環。全區總面積5.9公頃，大概有一半是商業區跟住宅區，另外一半我們就設置了公共設施的用地，大概有規劃2座公園，另外還有廣場以及開闢5條道路。這個地方我們大概會用3年的時間把它開闢完成。開闢完成之後，我們希望第一個，它肩負活化東區商業機能的角色；第二個，跨機關的合作，鐵道局會在附近新設一個李森站。那麼公務局呢也會在旁邊做綠園道活化。那這個地方的商業區開闢完成之後，就可以由國產署來招商，來帶動東區商業機能的發展。隨着G35市地中劃工程正式啟動，市府期待串聯林森地下車站發展效益，帶動東區生活機能全面升級，嘛為台南都市發展加添重要的里程碑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